31. 因厝的门还未开。They haven't opened the door of their house yet. That is, in the morning. 32. 有人来，你去开门。33. 我无爱啉咖啡，我要食一寡饭。34. 你要去倒？我要来去买一寡物件。35. 带线线甲一寡人在讲话。36. 你爱关窗仔门无？37. 恁厝的门你有关无？38. 伊要请，咱来去互伊请，好无？我无要去。39. 咱来去啉咖啡，好无？好，咱来去。40. 你号做啥物大名？41. 你姓刘，号做啥物名？42. 这是啥人的物件？43. 恁遮有啥物物件？我有一寡果子，爱食无？44. 伊真爱用我的物件。45. 你的衫伫门面。46. 我请你关窗仔门，毋是关门。47. 我若有真济钱，我要买厝。48. 我若买，我要互你用。49. 学生若要去读册，爱穿学生衫，是无？50. 这一领爱偌济钱？51. 这是黄老师的衫，毋是我的。52. 你在创啥？甲我来去买衫裤，好无？53. 伊做的衫裤有真济人爱买。54. 伊请你去新竹，你买去无？55. 你若要去新竹，我也要甲你去，好无？56. 伊是倒位的人？57. 读册爱看册，你看倒位？58. 这买去倒位买？59. 林先生讲要去新竹，伊去袂？60. 迄是阮朋友互我的册。